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蚵药是真特殊的食物，伊制作的过程真特别，而且上特殊的是这项食物敢若生伫台湾。真正的蚵药即嘛是愈来愈歹买到，一方面是因为会当代替的加工食品变济，另外一方面是蚵药本身毋是遐尼好种，嘛毋是遐尼好生产。即马颠倒是伫游览区观光客济所在才会看到蚵药籽。今日我来讲蚵药。去年有一出足古锥的日本电视剧，互真侪人熟悉到台湾的蚵药。迄出电视剧是咧演一个日本的食物学家木野富太郎 Tomitaro Makino 伊一生的故事。这个人11岁才入去小学校读册，伊读2档就退学，毋过对食物真有兴趣。伊就开始去收集，家己去学。伊17岁的时阵就开始发表论文，而且伊是规世人拢咧做这件代志，算是日本的食物之父。伊嘛是上早来到台湾的一个食物学家。电视内底有一集，就是伊来到嘉义的梅山咧挽草啊，咧采集，结果去感染到马拉利亚。伊倒伫山顶的一间细间厝仔内底，互做作的一个细汉查某囡仔看到。做作的人互即个破病的马基诺食蚵药冻，伊就好起来。即个食物学家问细汉查某囡仔讲，伊食的是啥物物件？伊的翻译甲讲，这叫做蚵药籽。即个细汉查某囡仔佫摕蚵药的籽甲规粒的蚵药果籽互伊看。伊才发现讲，捌看过这款食物，佮去比对伊早伫身躯边的食物的册，真正拢找无，所以就变做伊新发现的品种。这集内底请演员就是真正做作的高英杰。高英杰是对保留做作传统音乐甲文化有真大贡献的一个人，而且伊是228受难者高一生的后生。蚵药后来定落来的学名叫做 Ficus aucosum Makino。Ficus 是无花果 ，aucosum 就是台语蚵药粽的音。上尾啊 Makino 就是发现伊的这个日本食物学家。迄时 Makino 是坐船为家人入来到台湾。伊敢若来1个月，总共都有记载着1000多种台湾的食物。有人讲，迄时也无火车，路阁歹行。伊若来1个月，行来到新竹就爱头笑啊！要去到梅山是足困难的。这点我找无资料，毋过日本电视台会甲马基诺发现蚵药的地点设伫嘉义，毋是无原因的。根据台湾通史的记载，大清国的生理人伊伫嘉义才食到蚵药。这个生理人来到嘉义的时阵是要买土产，经过嘉义大埔的时，足热的，伊去溪边啉水，发现讲伊水面像坚冻安尼，甲食一喙，佮感觉足好食的。伊就看到落伫边仔的蚵药籽，用手捋捋的，佮有胶会走出来。这个生理人就甲蚵药籽炸转去因兜，伊有一个查某囝叫做爱玉，伊的查某囝就洗蚵药摕出去卖做生意，销路真好，大家毋知影这是要叫啥物名，因为卖人叫做爱玉，所以就用这个查某囡仔的名来号名。自古早嘉义就是蚵药的产区无毋对，
毋过蚵桥无啥可能是大清时代生理人才发现的，名嘛毋是安尼来的才对。原住民族伊的语言内底就有真济无共蚵桥的名。母女族因讲塔巴凯，太鲁国族人因是讲鲁伦，阿里山泽族的人叫蚵桥叫做斯基基亚，所以到搭蚵桥是安怎或者爱玉啊，嘛无啥物人知。真趣味的是，按照教育部书典伊收集的逐个地方的讲法，全台湾敢有2个所在有无相共的讲法。一个是伫台南有人会甲蚵桥叫做鸡仔，这我捌听过。也阁有另外一个我毋捌听过的讲法，是伫新竹因会叫做偏泡。蚵桥应该伫日本时代热天就作死行会食面。伫1921年，日本人写的一本册记载台湾的资源甲伊经济的价值，内底都有写着安怎洗蚵桥，洗了放半点钟就会变做黄色的冻，会当染汤也是染汤水，就会当食。日本人甲蚵桥当作是台湾的特产，伫博览会展览，蚵桥嘛捌摕着奖，因阁有引进去日本卖。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去山顶挽蚵桥的人就愈来愈侪。野生的蚵桥是生伫山顶，蚵桥丛是抹伫树仔顶咧生，所以若开花结籽，是拢已经开伫足悬的树仔顶。过去拢是原住民爬去树仔顶挽，毋过即项工课足危险。第一是要爬到遐悬，山内的树仔大部分是拢有2-3楼悬，有的有4-5楼悬。要爬起遐真困难。第二是爬起到顶头，阁有人会摔落来。而且蚵桥丛是分公的甲母的，外表看起来拢总相共，果子嘛生了相共，看起来就像青的山影。只是公的蚵桥破开内底是白色的籽，这款籽安怎洗拢袂见重。就爱母的蚵桥内底籽黄色的才会使得。也若是安尼，生了相共，因要安怎知影挽落来蚵桥是公的也是母的？伫过去果子阁生甲较悬，所以是爬起到顶头的人，因先挽一粒，先夹一喙看卖啊。而且伊夹的动作阁袂使伤慢，因为蚵桥伊的果子是有冷，夹落其实会黏喙。即马伫山顶的观光区，时常会看到咧卖蚵桥籽。其实过去原住民知影蚵桥，毋过蚵桥毋是因传统的作物，伫庆典仪式也是生活中是拢无遐尼接。后来真侪人爱食，所以才变做有经济价值，挽的人才变侪。蚵桥也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敢若生伫台湾。学拄仔有讲到蚵桥分公的甲母的，因若要交配，就爱有一款细只的蜂仔，这款蜂仔会走入去蚵桥的果子内底生卵，才阁走出来找别个果子，伊就会甲花粉送来送去，完成这蚵桥的交配。这款蜂仔会使偏到蚵桥的范围是有限的。所以若是蚵桥种了伤大片，因嘛无得确拢顾会着。为着要生产搁较侪蚵桥，开始有人想要伫平地种。头起先是种了无啥好，种出来蚵桥的产量减少，蚵桥籽嘛洗袂出偌济家。伫苗栗的农业改良场，自1996年开始，就收集台湾115种的蚵桥品种，因去改良，开发出苗栗1号甲苗栗2号。这款的产量就比野生的蚵桥搁较济，伊洗出来的家嘛加真济。豆啊，为苗栗到高雄，都拢有人咧种。产量上大的所在，也是伫嘉义甲高雄。
要食蚵药是真高工，蚵药挽落来了，爱先洗过，要下皮，胃中先打破一空，放伫日头下骹晒甲伊外口变软，才去甲内底的籽并过来晒。古早是拢晒差不多10天，即马当然真侪拢是用机械落烘啊。5公斤的蚵药的果子晒到尾啊，剩1公斤，而且伊晒的程度也是烘的程度爱拄啊好，也无嘛会规个拢歹去，就是遮尔麻烦，所以蚵药的价钱一直拢足悬的。蚵药冻安怎做？要做蚵药冻，古早是拢用洗的，用烂的，就是把蚵药籽用布袋仔包起来，浸伫水底一时啊，刷落来就像洗衫安尼，一直卤，差不多10分钟，过来甲遐个冻放落去冰，就变做蚵药冻。我足早进前捌洗过，若是甲囡仔伫厝无聊的时阵，会使做伙落去洗蚵药。即马是有高接机，有的人就用高接机来烘，毋过速度袂使伤紧。洗蚵药毋是逐摆拢会简单，是安怎会安尼？人是讲，第一，用的所有的物件拢得爱清气的，这是一项，因为若有抹着油，蚵药就袂简单啊。过来就是水内底爱有矿物质，就是讲，若离了伤清气，变做冷水落去洗蚵药，嘛袂简单。市面上人工的蚵药较侪，因为真正的蚵药是洗简单了，会豆豆啊，佮扬起变做水，所以足歹保存，嘛足歹买着。过来就是真的蚵药甲假的蚵药成本差足侪，真的甲假的蚵药要安怎分？第一就是看起来，若是人工做的会较透光，若是用蚵药籽落去洗出来的，伊籽的皮加减拢会落落去，蚵药看起来会落落，袂完全是透明的。第二是假的蚵药，若加热就会扬起，真正的蚵药毋是拄着烧就会扬起的。假的蚵药嘛是用会使食的物件，像菜粉也是别种的加落去做，所以食了对身体健康是无害的。只不过是伊毋是真的蚵药，无真正蚵药的营养分也是功能。真正的蚵药是有纤维佮有酵素，帮助消化嘛治便秘，而且热天人食蚵药会使降体温，所以若发烧食蚵药是有伊的道理的。即马伫特别生产蚵药的所在，嘛有人咧开发新的蚵药的食法。上接快的就是甲洗蚵药的清水换做红茶、咖啡、果汁，也是牛奶。望未来新的技术会当互台湾的特有种蚵药继续种落去，嘛会当继续生产、继续卖，互囡仔知影真正的蚵药食起来是啥物款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 ECP 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